介意独居的美洲霸鸟往过接出现伫中南美洲、墨西哥加美国。根据调查，野生霸鸟目前存无100只，是因为人类会去掠城市发展破坏因的生态地等等。为着要解救霸鸟，东部基金会伫德州南部有说协助因生态的牧场，不过效果是真有限。圆圆大目睭、耳仔较短、头啊较细的美洲霸鸟，真爱独居。有亲像美洲霸同款的斑点花纹，伫1800年代，常常伫中南美洲、墨西哥加美国出现。暗过20世纪早期，因为为得到因美丽皮大量垃圾，地数数量渐渐减少。伫1982年，霸鸟被列为濒危动物。根据美国非营利组织东部基金会调查，目前野生霸鸟只存差不多80到100只左右，而且美国可能是因目前唯一能生存活落去的所在。Down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last ones were found in Texas, the last breeding population of ocelots. 除了互人垃圾，搁加上都市扩张，出条原本霸鸟真爱的有饲的野树仔，加做农地甲道路，或车祸加速霸鸟死亡主要原因。美国科学家咧拼命救这阵行踪不定的野生性动物。东部基金会伫德州南部超过8公顷的牧场内底，设霸鸟生态所在。而且大量种有饲的野树仔。The work we've been doing on this trip would produce some embryos with frozen ocelot sperm from a wild male. And that'd be the first time we basically had crossed a wild ocelot with one in a zoo population. But that's part of the process that we have to build up the managed population in the breeding facility that we can rewild and put back in nature. 若是野生的霸鸟团队也想要互动物园的霸鸟用人工方式受孕，不过也无成功。团队表示，因未安尼放弃，反倒来透过每一摆的努力，得到更较侪知识，相信对未来生态研究会更加顺利。另外，因希望，若是霸鸟能继续生存，是希望所有生态系统豆豆恢复。公司新闻新竹陪朋友。